天顶直直咧落雪，雪白公园高海拔地区，不管是树林或者是较快所在，全部拢变作美丽银白色世界。恭喜你们登顶啦！登山客伫头盔准备冰药和冰宝这雪地三宝，才真细致通过。因为雪山的积雪已经有90公分，嘛是这5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是近5年来最大的积雪。那如果从10年来的统计来讲，2016年的145公分是最高的。那如果现在持续下雪的话，可能今年可以打破这个纪录。除了落雪严壁，搁结出冰条，涂骹嘛结冰。管理处呼吁登山客一定要准备装备，做好保暖。同款伫高山的福寿山农场，因为海拔敢若2000多公尺，虽然无落雪，不过因为天气樱花才有法度继续开。樱花开花，湿气真重，附近搁大雾。只看过这个美景，都那是伫仙境同款。目前正是盛开的时候，粉红色的樱花，已经耐过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寒流。虽然无落雪，不过福寿山农场提醒，接落来落雨几率真悬，游客特别细致。嘛估计到28年假樱花开价搁较水，若是天气有较好，就会吸引真侪游客到山顶来看花。你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赶快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看新闻。